主席，發展智慧政府配合數字灣區，我係非常之贊成嘅。但作為法律界代表，我必須要指出，我哋必須要盡快檢視同優化現時嘅政府各個部門嘅個人資料説明同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發展智慧政府首要工作係要促進個人資料喺各部門同機構之間嘅流通。剛才林健鋒議員都提過呢個問題，我哋各位議員都非常之關注㗎。正如議案入面亦都提到，而家政府各部門之間嘅數據唔流通，即係剛才林健鋒議員提過數據孤島，背後嘅主因之一係政府各部門嘅個人資料説明都唔同。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附表1，保障資料第一個原則係要明確告知當事人收集資料嘅目的係乜嘢，而第三個原則係除非當事人同意，否則佢嘅資料就唔可以用其他用途。如果大家好細心咁樣去睇下政府啲表格，後面都有一段個人資料説明，但每份表格上嘅説明都唔同嘅喎。例如運輸署份車輛登記表格 TD22裏面寫明收集個人資料嘅目的係用嚟審批申請、辦理有關交通及運輸嘅事宜等。其他政府部門只可以因為交通嘅事先至可以睇到TD22嘅個人資料。至於房委會嘅公屋申請裏面就話房委會有權將收集到嘅資料俾其他政府部門同公司等機構做核對資料，又或者其他政府部門可以將資料俾房委會去核對。咁樣如果房委會要查下公屋申請者有冇車，或者有冇揸住架豪華房車濫用公屋就要房委會主動去問運輸署。但由於 TD22寫明個人資料只作交通用途，公屋同交通就冇乜關係，運輸署就可能有權去拒絕㗎。運輸署亦唔可以主動咁樣將個人資料交俾房委會去核查。所以如果政府要破除各部門之間嘅數據孤島，麻煩政府要盡快檢視同修改各部門嘅表格嘅個人資料説明。如果律政司唔夠人手，歡迎政府將有關工作外判俾出面嘅法律專家幫政府搞掂佢。至於數字灣區，但法律問題仲更加嚴重。有做開呢個跨境數據嘅律師同我講，而家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寫到唔清唔楚，搞到啲大企業成日驚自己唔小心犯法。私隱條例第33條嘅標題係禁止除在指明情況外，將個人資料移轉至香港以外地方。雖然呢條例尚未實施，但係企業就會問，到底跨境處理數據係唔係合法呢？如果第33條下個月實施，企業係唔係要有備用方案？企業嘅個人資料説明應該要點寫先至唔會犯法？所以現時企業嘅做法就係請律師去參考世界各地嘅案例，睇下其他地方嘅標準係點樣，再寫自己公司嘅私隱政策，咁就令企業嘅合規成本上升，仲要繼續驚自己有冇犯法。最好嘅解決方法就係盡快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將跨境數據嘅私隱法例寫得清清楚楚，令大家知道條紅線喺邊度，唔使估下。所以要發展智慧政府配合數字灣區，我建議政府先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作一次全面性嘅檢討同埋修改，有乜嘢唔清晰嘅地方同埋未完善嘅部分，我建議政府參考歐盟嘅通用數據保護規則。呢個規則對於個人保護同私隱有明確嘅規範，而且亦喺英國落咗地，大陸法同普通法同時適用。我相信參考呢一條規則對於香港發展係好有幫助。主席，我謹此陳辭。